当我高考700分，父母的反应。妈，我处对象了，我希望你能同意。妈，你笑我啥呀？对不起呀，儿子，妈没忍住，我就一看咱家也有镜子，你说谁家好小姑娘能相中你呀？但是你该说不说啊，你这么一细看，我儿子长得还真像那个网红，像谁？像那个峨眉山老表，你俩长得多少有点连线。你高考考几分啊？你还处对象？700啊？对，王嫂子，我儿结婚。夜凉漸冷心似水。妈，人给你带回来了。阿姨好。哎，这闺女，快进来吧，别站那儿了。儿子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不是，这小姑娘怎么染了个紫色头发呀？这是人家个人爱好，我不太满意啊。我儿子打700分，啥样的他找不着。他也打700分。大闺女，告妈想吃点啥？跟他走了極空虛。爸，你搁那干啥呢？我决定了。由你继承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，你当群主。當天的好